你知唔知道你之所以咧成日都覺得唔夠錢用，唔係因為你唔夠努力啊，而係因為你根本就唔相信自己本身就有價值。你睇下你而家嘅生活係咪成日都要覺得要做多啲乜嘢個客先會肯埋單，或者要係咁出新產品啦先可以提高你自己嘅單價，要加班到深夜或者做埋人哋嗰份咧，你先對得起自己嘅收入咧？呢一個其實係一個自我否定嚟㗎。你個內心深處係相信單純嘅自己係唔足夠，必須要生產更多嘅嘢，用成果嚟證明自己值得，所以你就要係咁付出，但係就發現咧你點樣努力咧，其實都好似冇乜回報咁。因為呢個世界嘅運作係基於吸引力法則。當你帶住我唔夠好嘅信念嚟工作嘅時候咧，你吸引翻嚟嘅咧，全部都係啲壓榨你價值嘅客戶啦，唔重視你付出嘅上司，佢哋會感受到你嘅唔自信，所以就會殺價，會要求更加多。試下而家，你開始植入呢個信念，同自己講：我嘅存在本身就係有價值嘅。你發現咧，你只係做翻份內事，揾翻你嘅熱情去服務客戶啦，做翻你初衷想做嘅嗰樣嘢咧，咁你自然就好輕鬆咁完成你嘅工作，同埋咧別人都會睇到你嘅價值，金錢都會隨之而來嘅。記住，金錢咧，其實係你幫到人而換翻嚟嘅價值。只要你係清楚你做緊嘅嘢係有價值，同埋你知道你係幫緊人嘅話咧，例如幫到你嘅上司分擔工作啦，美容業嘅朋友係因為你嘅服務去換嚟佢有健康嘅皮膚啊嘛，咁金錢就自然會嚟㗎啦。呢一個咧其實只係一個價值嘅交換，就係咁簡單。留言存在價值咧，我會送你一份價值認知嘅練習表。記得你唔係賺唔到錢啊，只係仲未學識點去看待自己價值啫。Follow 我，令到你有新嘅思維生活。我係你嘅靈性生活嚮導 Vivian。下方咧有我5月3日2夜沉浸式思維轉換 Retreat Camp 同埋金錢信念工作坊嘅資料，不妨睇下。期待下次同你再見。